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40章第1节到23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23节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救命啊！救人呢，这是在电视剧或是在电影里面常常听到的词。但在实际的人生当中，我们也经常需要救援。就基督徒的生命来说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救恩。以前呢，有一个专线救援的电话，称为生命线。那这个是有关于这种自杀防治的一个专线。一般呢，我们遇到火灾或是一些任何的灾难我们都可以拨打110来求助。在信仰上面，我们的110就是祷告，我们的救援就是上帝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了。按照人的角度来说，他真的是投诉无门，也没有救援，但是他却全心全意的倚靠上帝，即使他的人生遇到不顺遂的境况，也是这样子。创世纪40章第1节到23节，这是以后埃及王的司酒长和膳务长冒犯了王。王发怒，下令把他们2个官员关进侍卫长府内的监狱里，跟约瑟同囚在一个地方。侍卫长指派约瑟去伺候这2个官员，他们在监狱里过了一段时间。一天晚上，司酒长和膳务长在监狱里各做了一个梦，2人的梦有不同的意思。第2天早晨，约瑟来看他们，发觉他们心神不安，就问：你们今天为什么那么烦恼呢？他们回答：我们2人各做了一个梦，可是没有人能够替我们解释梦的意思。约瑟说：解梦的才能是上帝所赐的，请你把梦告诉我。于是司酒长就说：在梦里，我看见我前面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3只枝子，树一发芽就开花，葡萄也成熟了。我手上拿着王的酒杯，我摘了葡萄，把葡萄汁挤在酒杯里，把酒杯端给王。约瑟说，这梦的意思是这样子：3根枝子代表3天，3天之后，王要放你出去，宽赦你，恢复你原来的职务。你要跟从前当司酒长一样，给王端酒。不过，当你一切顺利的时候，请记得我，替我在王的面前说话，帮我出狱。毕竟我是在希伯来人的地方被绑架来的，即使在埃及，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该受监禁。膳务长看约瑟把司酒长的梦解释得很好，就对约瑟说：我也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是看见自己的头顶上有3个盛满面包的筐子，最上面的筐子盛满了给王吃的各种面包，有飞鸟来吃了这些面包。约瑟说，这梦境的意思是这样子：3个筐子代表3天，3天之后，王要砍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柱上，飞鸟要来吃你的肉。再过3天就是王的生日，那一天，王为他的臣仆举行了宴会，他把司酒长和膳务长都放了出来，带到臣仆的面前。他恢复了司酒长的职务，却把膳务长挂了起来。这些事都照约瑟的解释实现了，但是司酒长并不记得约瑟，
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们看到的圣经记载，马太福音第8章23节到27节，记载了当时候的门徒跟耶稣基督在船上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了突发的落山风，他们惊吓，他们害怕到底。虽然呢，他们的信心很小，但是他们却懂得向耶稣基督求救，说：“主啊，救救我们，我们快没命了。”彼得与门徒他们拨打了那救命的110。圣经的记载这样说道：耶稣上了船，他的门徒跟着他去。忽然一阵暴风袭击湖面，浪涛淹盖了船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到他跟前喊醒他说：“主啊，救救我们，我们快没命了。”耶稣回答：“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？你们的信心太小了。”于是他起来斥责风和浪，风浪就平了。大家非常的惊奇，彼此说：“这个人究竟是谁？连风和浪都听从他。”虽然呢，他们拨打的生命线直通耶稣基督，但是他们却不真正的认识他们的救援是谁。后来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浪之后，他们大惊地问道：“这个人究竟是谁？”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急救者，是他们的救赎。即使在我们当中还有人不认识他，他却仍然愿意拯救他们。诗篇28篇：上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的保护者啊，求你垂听。如果你不理我，我会跟灭亡的人遭同样的命运。我向你呼求帮助，求你垂听。我面向你的圣手举手求告，不要把我跟作恶的人一起定罪，跟邪恶的人一起消灭。这些人口说友善的话，心里却充满了仇恨。求你谴责他们的行为，报应他们的邪恶。求你惩罚他们的恶行，照他们应得的报应他们，因为他们藐视上主的作为，轻看他的创造。所以上主要惩罚他们，永远毁灭他们。愿上主得到歌颂，因为他垂听我求救的呼声。上主保佑我，护卫我，我一心信靠他，他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我要歌唱颂赞他，上主保佑他的子民，他护卫拯救他所选立的王。上主啊，求你拯救你的子民，赐福给属于你自己的人，求你牧养他们，永远看顾他们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主耶稣基督应许赐下救恩，也透过耶稣基督赐下了永恒的救赎，使我们因为相信而蒙恩得救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